耶客家，客家，哎，后生你了，后生你，哎，欢迎，这样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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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你啊？我想我们客家菜啊，其实除了我们色香味俱全，很多料理非常好吃以外啊，最棒的就是我们的蘸料温料啊。你用了蛋糕的迄吉酱，有跳肉。哦，吉酱，哎，吉酱迄吉来做的，然后特别的做法，木出来客家特别的料理是吉酱。这个是盐鸡腌鸡啦。腌鸡沾这个味道很特别吗？非常以前的试着看了。我试试看。一般啊，我们的这个腌鸡啊，都是沾调油而已啊。这个沾这个，哎。味道有冇？感覺有冇？味道香味好啊，唔好？好。哦，ต้อง好食。好吃啊。切片。切片啊。所以这个温料啊，可以你看，以前光沾酱油单一的味道，现在沾的这个味道啊，鱼浆还有调油合在一起的这个温料啊，这味道哇，在嘴里面变化，好棒哦！这个是什么青菜？高丽菜。高丽菜。哦，高丽菜也可以温这个鱼浆，还有调油。哦，调油，酱油，我吃吃看。好吃哎！味道冇咁样啦。好吃啊！难怪你的生意这么好。什么意思？哦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客家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。吉酱、吉酱，酱油、调油、腌鸡、盐鸡、高丽菜、青菜、芹菜，你看多棒啊！所以客家我会讲客家话才不会落伍。不落伍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嘛。后生人唱错，温料，吉酱，盐鸡温吉酱。